睇到啊？啲車係咁行，都唔知有個咁靚嘅地方。以前唔係咁噶。哦，係咩？係啊，40年前呢度下低根本唔係洲際公路。真係？嗯，嗰陣時啲車唔係咁樣穿州過省。我唔明。以前下低根本冇呢一條路喺度，啲車要喺另外一個省，要喺山兜個大圈先至到嘅。早晨，天氣幾好啊！啲車以前根本唔會趕時間，揸車其實係一種享受。像很久，時光還是心中憶記。回想到那時，世界像夢，曾在小小這地開創過不捨不棄，漸看它起飛，迷人天地。繼續講啊！啲車為咗慳時間，佢哋唔會再經過呢個鎮。舊風光跟你眼光都改變，每一天你已麻木了這種轉變，從沒有盼望某天，這樣為什麼改變？在這間憑什麼可應變？喧嘩的街中起變化，當中幾多足跡再沒法密碼，留多一天都感覺不好嗎？但我的家仍是喜歡的家，只知道仍牽掛。哇！如果呢度好似以前咁興旺就好啦。哇！你估我唔想咩？我恨咗呢一日好耐噶。不過你信我，總有一日我一定做到噶。仲有一日嘅。啊，係啊，多謝晒你，我好開心，間唔中可以出嚟鬆弛下，真係幾好。唔使客氣。